用大腦直接控制電腦，聽落好似科幻片，但 Neuralink 已經做到啦。呢個技術叫腦機接口，簡稱 BCI，即係將我哋個腦同電腦直接連埋一齊。2024年有癱瘓病人植入咗晶片，淨係用腦波就可以控制熒幕上面個游標。AI 喺入邊扮演住翻譯員嘅角色，負責將複雜嘅大腦電信號變成電腦指令。BCI 分兩種，非侵入式唔使開腦，戴個頭套就讀到腦波，不過準確度就低啲。另一種係侵入式，需要做手術將晶片放入大腦，但係精確度就非常之高。多得 AI，以前只可以分到左轉右轉，而家連好複雜嘅諗法都可以解碼到。將來失語症病人可能只要喺個腦度諗，就可以透過電腦講翻嘢出嚟，甚至乎盲人都可以跳過對眼，透過大腦直接接收影像，再次睇到嘢。遲啲正常人仲可能直接用腦波同 AI 溝通，連打字同講嘢都慳翻添啊！不過呢個技術都有好大嘅爭議噶，大腦私隱點樣保護？邊個可以讀取你嘅思想？雖然有挑戰，但係 BCI 喺醫療上嘅潛力真係好大，未來嘅發展絕對值得我哋期待。